每一天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6，诗篇13篇第50安尼讲：总是我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因为你拯救来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宝边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所行正直、所做公义、心内讲诚实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对你讲，你是阮的主，你以外，阮无福气。所以，阮常常敬奉你伫阮的面前，因为你伫阮的正边，阮就的确袂摇动。主啊，有人倚靠车，有人倚靠马。不过，阮只有要夸口上主，你至权至圣的名。主啊，人所倚靠的拢是空，总是阮倚靠你的慈爱，阮的心因为你的拯救来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互咱知，世间的一切拢无通倚靠，到尾拢是空。总是咱若倚靠咱的救主的慈爱，就咱要因为伊的拯救来欢喜快乐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